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0章。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未死，病未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硬壁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做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啼哭。以赛亚出去，还未到中庭，上主的话临到伊讲：你活倒转，对我子民的王希西家讲：上主你的祖先大卫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，我要甲你医好。第3日，你会上去上主的殿。我要互你会享受加天15年。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，脱离亚述王的手。我为着家己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为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：着摕一块无花果药果来，因就摕来甲搭伫粒仔，王就好起来。希西家问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医好我，第3日我会上去上主的殿，有甚物兆头？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予你的兆头。你要爱日晷的日影进前10度，还是倒退10度？希西家应讲：日影进前10度较简单，我爱日影倒退10度。先知以赛亚求叫上主，伊就予阿哈斯所造日晷的日影倒退10度。迄时，巴拉旦的囝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破病，就找使者摕批甲礼物去探访希西家。希西家顺使者的要求，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银、香料、过去的油，甲伊所有的兵器，以及府库内的一切，拢互因看。伊的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，无一项无互因看。然后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，问伊讲：这人对你讲甚物？因对倒位来见你？希西家讲：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。以赛亚讲：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甚物？希西家回答：伊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，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。以赛亚甲希西家讲：着听上主的话。日子得要到，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积聚到今仔日的物件，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，无留甲半项。上主安尼宣告。搁你亲生的子孙，有的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。希西家心内想讲：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。就对以赛亚讲：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。希西家其他的事迹甲成就，以及伊安怎掘池开沟、引水入城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希西家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玛拿西煞接伊做王。